今天来见妈妈的路上，骑摩托摔了，弄得满身是血，还受了一点伤，幸好并无大碍。过小年第一时间吃3包，然后祝福。侄子的祝福方式也是没谁了，看看我的祝福吧。哎呀，然后这是我们那样长了，他一年呀多少钱？这车马应该看过，就跟应该用来，车马都被看着，老家特别。这的哪样个车马是看有点像小日子，嘿嘿。我说这个。准备带妈妈去旅游，妈妈在打扮，帮妈妈梳头发，佩戴康巴女生的头饰。给我们村最贫困的单亲妈妈挣点钱，这附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买，就捐了点钱，看着也挺可怜的。你也是他吧？家里人跟俺们出马了，对讲究。我们家乡的小寺庙献点钱，给妈妈转一下寺庙。妈妈，我们虔诚的拜佛。然后带妈妈去拜我们乡的杜牧神庙。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给杜母像刷金换衣。非常神圣。